这一次其实是在数位发展部的支持下，那我们利用生成式 AI 跟5G 的技术，那来重新打造跟完成一部新的这个沉浸式的剧场。这个沉浸式的剧场其实是透过这个农田这个视铁回忆来梳理农田这附近的过去的这种产业遗址的特色。更特别的是，其实应用5G 的技术跟生成式的这个科技可以让参与者马上透过12分钟的片子的参与，那你能够最后得到一个不同的答案。通过那个答案，其实你在参与一个当下跟未来的农田文化资产的发展。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互动的形式，让更多的朋友认识文化资产。农田交叉文化资产教育园区其实有蛮多跟文化资产有相关的主题游戏，像我们的南仓跟北仓是以我们的乌山头水库、嘉南大圳为主题。那园区的后方呢也有水圳，所以在放水的时候，小朋友呢他可以亲自来体验什么是嘉南大圳、乌山头水库灌溉的用水。那在园区的后方也有考古展，那小朋友还有沙坑可以玩，所以这个园区其实它是一个非常适合亲子来亲近文化资产的一个场域哦。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请启动。那这个剧场，事实上非常谢谢我们数发部的大力支持，能够让这个沉浸式剧场有轮流有3部主要的影片来播放。借着这3部主要影片，能够让大家了解过去的一个历史以及未来的展望。那刚刚提到了这个台南500，台南500的时候我们都已经不在了，但是可以借着这个生成式 AI， 能够模拟描绘出未来台南的景象。那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这个农田跳峡园区当初在一片大家都还持保留态度的情况下来开馆，然后这几年来的营运非常顺利，而且获得各界的好评。这个是非常谢谢我们文化局以及文资处把历史的现场能够勾勒出来。本来是一个停车杂乱的一个空间，现在变成一个大家众所瞩目的一个展场，而且让整个大曾文地区也都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展演空间，尤其是交通非常方便，地理位置很好，就在农田车站旁边，走路的距离就可以到了。所以说是非常值得，也非常适合大家来度假，或是带着小朋友一起来的地方。你好，是观众，欢迎收看9月25日中嘉台南电新闻。中华民国国民外交协会台南市会24日暗时邀请美国、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多位驻台代表，这回庆祝中秋甲台南400周年温馨热烈。董事会中嘛宣布，今年11月将首次接壤亚美尼亚共和国，展开实质的国民外交。中秋团圆，国民外交协会台南市会举办参会，美国、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泰国、菲律宾等各国代表拢出席。市长恩伟提嘛到场。参大家斗阵唱歌，爱拼才会赢。今年台南400除了官方的国际交流，民间外交嘛相当重要。今仔日真欢喜参加今仔日的活动，外交协会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我们美国在台协会特别支持。不管是说在那个经贸、民间或一些官方的那个来往都非常的密切。我们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跟台南有更多的一一些合作。台南这个是一个非常多元的城市，很多多元的活力在，所以他希望说透过他的参与，能够让更多的台湾在地的人也好，或者是对到马来西亚做经贸有兴趣的人，可以一起来参加。今年国民外交协会台南市会嘛拜访侪城市，成效相当的好。那各国拢期待会当跟台南合作交流。
外交部和台南市府嘛拢支持肯定。我们台南市会，它成立的主要的目的，就是在推动国民的外交，来建立人民跟人民之间的紧密的连结跟关系，来协助我们政府来推动外交的工作。本着一个利他的精神跟良善的循环，期许我们以后可以再继续在这个国际都市里面做很好的互动，那拓展我们的国民外交。城市跟各位一起来为许许多多的侨民做好国民外交。协会创立46年以来，持续贡献国民外交专长。今年拍算第11月会前往韩国，并头摆前往位于高加索区的亚美尼亚，展开实质民间外交。台南新闻所会采访报道。台湾首位天团25号举行113年奖座学金颁奖典礼，今年总共117间高国中小有912名学生得到奖座金。李标峰发送奖座学金，已经连续举办30档，超过15000名学生受惠，善款金额也超过1亿2千万。台湾首标天团自民国84年启动奖座学金计划以来，每档帮助1000名学子。今年也是第30届举办，总计有117间学校，916位学生得到奖学金，奖座金额高达429万2千块。而这善款拢是结合信众爱心，希望会当鼓励以及帮助这努力上进学生。台湾首个平台，但我这30个单来。我相信用信众大力的钱，来做非常有意义的社会努力，帮助社会需要的人，咱的小朋友，咱的囡仔，会当鼓励伊来读书。副市长叶铁山致辞时表示，首庙天坛是宗教信仰的中心，除了以幼稚宗教抚慰心灵，更导入社会公益，关怀长者、弱势家庭。奖座学金发送活动也已经持续举办30档，帮助过15000名学生，金额超过1.2亿。天坛不只是一个台湾非常重要的宗教信仰中心，透过优质的宗教来抚慰很多人的心理。那不止如此，那天坛其实他们还投入了很多的社会公益跟关怀，对很多老人、弱势家庭，其实长期以来他们付出非常的多。那今天优秀学生奖学金的颁发，他们已经持续办理了30年。这30年来，其实受到他们帮助过的孩子已经超过15000人，他们投入的奖学金也超过了至少1亿2千万。董事长徐国任讲，天坛秉持主事有方上帝精神，利用社会资源持续推动公益，除了提供奖座学金，佮定期关注社会局200万。关怀弱势家庭，并办理自强号慰问金发送的工作，兴建老人养护中心。这实际行动不仅会当体现对着弱势族群的关怀，也使得天坛每当得到内政部以及台南市政府颁发兴办公益资源甲社会教化自由宗教所用。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以手画电影扛棒出名的颜正发，现在嘛拥有伊家己的专属电影。等伊甲全美戏院停止合作以后，不但进驻南赛道做艺术家，嘛完成梦想，伫台南市东门美术馆第一摆开办国人画展。71岁颜正发一直以来拢伫全美戏院手画电影扛棒，今年也阁得到台北电影节卓越贡献奖。也毋过闹出风波以后，就加入台南市文化局艺术家驻村计划，伫南赛道有家己的工作室，嘛伫东门美术馆开画展。那以后它比较多层次了，它比较很多层次了。写完戏院那看板就一次要解决了，就这个看到就新的，就说这个以后是新化的。
这摆展出20多部作品，风格相当多元，其中包括着自画像、乡村风情、下尾樱等等。开画展是甘正华的梦想，希望除了电影油画以外，也当让大家看无同款的画作。严师傅他其实也很向往当一个艺术家，所以呢，艺术家跟画师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艺术家可以有自己的想法，就是蒙太奇的这一种构图还有那个超现实主义的风格的方法，画一些静物，那一些比较精致的。严师傅很喜欢鸽子。所以这次有展出一件他最爱的鸽子。他每一幅画也是老师的浓缩的电影看板，他有里面说很多故事，他个人的世界，他个人的小宇宙，都在这个画面里面呈现出来。第几个位内面，把家己的故事透过画作展现出来。甘正华讲，也会继续画电影看板，因为这是伊生活的一部分。未来有机会会举办更加侪个人画展，让大家来欣赏。台南新闻协会采访报道。实境节目因为亲切自然，所以愈来愈受到欢迎。现在有一出节目号名《歌田冠军的诞生》，就伫台南取景。23号举行开镜仪式，包括林美秀、王彩华等演唱会主角拢来，相当使人期待明年1月演出。这种强调现场直播无卡本，毋是角色扮演，而是反映真实的电视节目。现在愈来愈夯，因为互人感受明星无照剧本演的自然。这回就有一出强调农村实景的节目，号名《歌田冠军的诞生》，将伫台南取景。23号，该剧组主要演员林美秀、王彩华、婷婷、许富凯等拢到场参与开镜仪式，做伙拜拜，祈求拍片顺利。其中有一条嘛到场关心，希望这个节目让大家更重视农业。该节目开镜以后，预定伫明年1月8号每礼拜3暗时播出。台南新闻军集采访报道。中央新闻在基隆，中嘉新闻在台北，中嘉新闻在新北，中嘉新闻在桃园，中嘉新闻在台南，中嘉新闻在高雄，忠实呈现最佳新闻。每周六下午1点，请锁定高雄都会台中嘉新闻周报，带给您最在地的观点，最有人情味的报道。台湾好新闻就在中嘉新闻周报。为了让更加侪人认识有绝症，避免无意识当中的含泪有绝状况行袂出来，所以台南市中小企业妇女协会结合政府甲民间的资源，9月28将举办一场公益演唱会，邀请市民到时做回来欣赏，嘛唤起大家共同关心心理健康。因为感受到真侪人因为无形压力造成抑郁等心理健康的问题愈来愈严重，所以台南市中小企业妇女协会希望用公益演唱会形式，邀请艺人来分享因曾经甲抑郁症奋斗的经历，会让赶紧接受专业医疗协助，勇敢行出来。那我们希望呢，也可以吸引更多的企业主，他今天可以在他的在这个同仁的整个的工作环境，或者是同仁的一些身心灵的一些照顾上呢，能够有更多的这些关注跟照顾在这里面。当然，一个协会力量有限，所以结合政府、民代甲民间资源做伙来宣传，除了有影控公所协调当地组织，议员朱正轩甲蔡小薇全力协助，同时何峰设来征收设计公司嘛大力赞助10万块的活动经费，场面温馨。我们一起关心忧郁症的病友。主要的目标就是希望大家要产生这样子一个病识感，因为其实忧郁症它不单单我们都认为它是一个心理上的疾病，其实在更严格来讲起来，它也是一个生理上的疾病，因为大脑出现了一些问题，某一些这个分泌一些激素我没有办法产生的情况下，所以会走不出那个回圈，会陷入这个忧郁的漩涡里面。那这个是旁人都很难拉得起来的。那最好的方法就是我们产生病识感。然后真的去就医，去服用一些相关的药物跟接受治疗。
鼓励大家，社会有温暖，我们企业有爱，大家一起来关怀我们忧郁症，或者是正面临忧郁的人，甚至是鼓励大家要走出来。忧郁症的朋友，他在很多面向呢，他的能力是相当好的。那我们很希望就是说，就把它当成就是跟我们的胃病啊，其他的问题一样啊，我们就是。就医求诊，然后还有家庭社会的支持。该演唱会号名陆上快乐的脚步摆脱无助，就定9月28下晡2点开始伫永康社交中心固定800个名额，欢迎免费提票入场，用音乐来疗愈大家心。台湾新闻阮子采访报道。成立30档的台南市不动产服务职业工会，现任理事长林英秀接下职务8档来，拢伫每一摆会员参会捐款予社会福利团体。你今年参会将伫9月2日举行，到时会捐20万予咱台南家福、创世、华山以及脑性麻痹疾协会等10个单位。台南市不动产服务职业工会今年适逢成立30周年，将伫咧9月26号办理会员参会，并将参会结合公益爱心。这也是理事长林英树接任工会8档来，每年的会员参会拢会举办的。林英树讲，工会成员拢是帮地产相关工作从业人员，所以要有回馈社会的心，来响应出自社会、用自社会爱心善举。自从接任8年来，每一年我们的会员的参会，我们都会配合做爱心之夜。那我们也希望，取之社会，用之社会，不要流于形式。为什么？因为吃饭很正常，可是做爱心真的要很用心。因为用心的来关心一下一些弱势的族群。虽然我们工会不是商业会，我们没有钱，但是我们的理监事们大家都很有爱心，我们就每一年我们都会拨一些，然后来捐助。但因为今年呢到了30周年了，真的是历史性的一刻，30年真的不简单，所以我们今年呢扩大办理那个爱心。那今年我们捐了20个社福单位，一个单位呢2万块。工会这次关注对象有南台南家福中心、创世基会、脑性麻痹协会等10个社福单位。25号这天，也由南台南家福中心主任李宝良、华山基会安平站站长李维珍代表接受。不动产职业服务工会在工会满30周年的这一刻，那汇集所有我们工会会员的这个满满的爱心，然后来支持我们家福中心在台南这边陪伴我们的弱势家庭跟弱势孩子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谢。华山基金会呢，过去20多年来也一直在地照顾65岁以上的弱势长辈。那非常感谢我们不动产服务职业工会在年满30周年的时候呢，扩大的协助我们在地的公益单位。那因为我们一直也很希望说可以利用在地的社区资源，帮助我们在地的社区长辈。那也希望说将来我们可以携手在一起，帮助更多的弱势长辈。理事长林英树讲，希望工会这个举动会当抛砖引玉，号召更多团体共同参与社会公益。不动产服务职业工会，30有爱，服务无碍。记者张秀维采访报道。俗语所讲，少年转过溪，老人低着鞋，这个是形容中老年男性上只看到的猎雨伞背单。而到底有甚物相关的镜头？如何预防？甚至现在已经有上新的微创手术，透过下面的报道做回来了解。猎雨伞背单上常见症状有放尿较慢，需要用巴肚出来才会放得出来，放尿一杂，放尿会滴着裤。冰尿、夜尿、尿紧，甚至想要放或放不出来等症状，来到病院，医师会使用药物治疗。若是治疗效果无好，会建议患者采用手术治疗。目前射物线手术比较常见的就是双极电刀的射物线刮除手术，以及雷射射物线剜除手术。今天为大家介绍另外一个新型的射物线手术，叫做水蒸气射物线消融手术。它跟前面的2个手术相比，它手术时间可以很短，大概10到15分钟。住院天数跟传统的手术需要3到5天相比，它住院只要1个晚上，隔天就可以出院了。
手术完它的效果跟另外2个主流手术是不相上下的。那不过病人的出现并发症或是手术时间、麻醉时间都会短很多。裂喉腺水淹消融手术是目前治疗裂喉腺肥大上新的微创手术，原理是用真细细的釉尖将无菌的水淹注入去裂喉腺的组织内底，优点是空喙较小，好完较紧，而且术后袂有逆行性射精以及勃起功能异常，也则是尿失禁等困扰。病人在麻醉之下，我们利用很细的内视镜进到病人的尿道，从这内视镜会伸出一个很细的细针，细针可以注入无菌的水蒸气。我们利用水蒸气凝结回水，会把它本身的能量释放出来，将这些能量释放到肥大的攝護腺组织里面，这些能量会把攝護腺细胞给蒸熟、煮熟，就像我们在蒸包子一样。这些细胞被蒸熟之后，它会死亡，慢慢的会被身体吸收，所以会让我们整体的攝護腺体积变小。但医师也讲，裂喉腺水淹消融手术也不是完全无缺点，就是术后需要插尿管1礼拜，等裂喉腺消肿了后，才会当到病院移除尿管。记者张秀仪采访报道。林玉婷、曾志强这两位师傅甲徒弟啊，踢下奥运无胜负金牌高单，也是有真侪话题。同时，这两人拿关键电动车来回馈母校英歌国中，希望号召各界做伙来支持少年学生完成体育的梦想。国中热舞社以2025世界壮年运动会的主题曲搭配拳击舞蹈的表演，为携手停体育的捐赠仪式揭开序幕。新北市副市长刘和然在致辞时表示，能够媒合民间热爱体育人士，成就一桩美事，以金牌师徒的名义来回馈母校，希望借由这份传承来帮助更多选手得到支援。这部电动车不仅代表这段时间对学校培育的感恩，更可以代表未来的传承。所以让我们的选手可以在不管是所谓的异地训练，或是以赛代训的时候，有一个不会受到阻碍的交通工具可以来接送。那在这边也非常谢谢我们所有在地的人士啊，今天很多的我们的议员也都出席，对我们预算的支持。在地不管从学校到我们的家长会、校友会，对我们这个整个学校体育团队的这个赞助其实都帮了很大的忙。林玉婷也分享，过去在学期间经常要异地训练或比赛，但是常在交通上耗费大量时间。例如比赛场地如果在偏远郊区，没有经费搭计程车，就只能依靠11路公车，浪费太多时间在交通上。当时的会长，对张会长，他就是当时就一直告诉我们，就是说，当我们有能力了，我们就要回馈母校，然后回馈社会，因为我们也算是他们回馈的成功案例之一。不是说每个比赛的地方我们都可以是比较市区，都有公车都可以到达。那我们可能要住在比较偏远的地区，那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办？我们没有车，那我们又没有这么多的经费可以搭计程车或是叫接驳车，那我们只能依靠着我们的11路公车。对，就是我们要么你就是走过去啊，比赛时间快到了，那你就得跑过去。有了这一台车，可以对于这些选手们、学弟妹们，他们可以让他们做一个交通接驳的话，那他们基本上可以睡眠的很充足，做好非常好的恢复。曾志强教练说，教练永远是梦想中的泼墨者，至于要给教练黑色或彩色，就是在无形中慢慢彩绘。因此他很感谢在地的英歌师长，也希望有更多的厂商与社会资源投入。教练要做的工作很多啊，包含说其实这件事情都是在酝酿当中。选手每天都告诉你，教练我都是要拿第1名，但是家长打电话告诉你他要去补习，老师告诉你他要去上课，但是呢，所有人都告诉你他想要第1名，但是告诉你教练我好累，我想休息。所以教练要统筹的这些事物当中呢，他永远都是在梦想当中呢当一个泼墨者。至于你要给他是黑色的还是给他彩色的，就是在这个无形当中慢慢的去彩绘它。英歌国中校长江明阳表示，车辆未来将用在运动团队的使用上，帮助学生获得更好的成绩。未来就会是我们学校运动团队异地训练，还有出去比赛的时候使用的车辆。因为我们的团队很多，我们排球队、拳击队，
然后武术队还有拔河队。然后都是男女生的，所以其实一次出去都很多人需要车辆。那有时候我们会叫车，但是教练啊或者是搬东西啊什么都很需要。那平常是异地训练更是需要，就是一队孩子们就很轻巧，这样可以说走就走。电动车的捐赠代表民间人士对体育的支持，也意味着林玉婷及曾自强回馈母校，不仅是对过去感恩，更是对未来激励。借由这份传承，帮助更多选手得到支援，继续号召更多人支持年轻学子的体育梦想。记者吕其坤、沈金华新北采访报道。感谢收看9月25日中嘉台南电新闻，我是顾文杰，咱再会。